1989年10月7日，为了表扬达赖喇嘛为西藏自由、甲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出的拍拼，颁予伊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在领奖的感言中嘛批评中国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中对学生示威所采取的武力镇压。1991年10月7日，台湾家己做的头一台升空级的高速飞弹顺风舰落水汽车，作为美国海军派你级顺风舰的修改型号。在代替20号前地下海军的升空级的顺风舰有按反舰飞弹加40米的单管快炮，提升反舰甲反快艇的战斗力。2012年10月7日，苹果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贾伯斯因为癌症过身，享年56岁。贾伯斯13岁时就对科技真入迷，大学读无煞伊，甲朋友共同创办苹果电脑，一直推出创新的产品，为 iMac 到音乐播放器 iPad， 还有行动电话 iPhone， 到即卖依然影响真侪人的生活。